在身边的日子，总感觉悲伤都有刺，眼还是一根一根的接着抽。如果我是一个孩子，一个有着梦想的孩子，梦想到底能否让我填饱肚子？我想继续走，不能只剩下把钱花到脱裤子，像是一间没有人住的房子，日子会不会因此走慢点？我像是飘在海上的一块浮木，在任何人眼里是如此的不起眼。我像是瓶中信一样在漂流，飘到彼岸，会不会有人捡起我？如果我还是个孩子，一个充满迷惘的孩子，梦想到底能否让我填饱肚子？我想继续走，不想把遗憾留在心里一辈子。像是一间没有人住的房子，日子会不会因此走慢点？我像是飘在海上的一块浮木，在任何人眼里是如此的不起眼。我像是瓶中信一样在漂流，飘到彼岸，会不会有人捡起我？我像是飘在海上的一块浮木，在任何人眼里是如此的不起眼。我像是飘在海上的一块浮木，在任何人眼里是如此的不起眼。我像是瓶中信一样在漂流，飘到彼岸，会不会有人捡起我？谢谢。没有哭了，工作了，节奏组工作了。